護具加運動喺骨科疾病治療中嘅共生關係。喺受傷之後嘅復原、術後復康、慢性脊椎同關節疾病嘅治療中，選擇合適嘅護具，配合正確嘅運動訓練，唔單止能夠提升復康效率，更加能夠輔助患者建立長期穩定嘅身體機能，有效預防再次受傷。以下透過幾個實際例子，了解護具與運動點樣喺臨床上相互配搭。一、前後十字韌帶重建手術之後嘅復康護理。ACL、PCL 護具加漸進式分階段復康訓練。喺前或者後十字韌帶重建手術之後，若果缺乏適當嘅護具同復康計劃，移植韌帶再次斷裂嘅風險相當高。喺復康階段，配合使用可調節活動角度嘅限位護具，能夠有效限制膝關節活動範圍，避免過度彎曲或者伸直，對移植韌帶提供必要嘅保護。喺護具嘅安全界線之下，患者可逐步進行肌力同功能訓練，漸進式恢復膝關節活動與穩定，避免脫位。二、退化性膝骨性關節炎，免負重膝矯形器 K39D 加膝部運動。退化性膝關節炎患者常因膝關節出現單側骨磨骨，導致疼痛、腫脹、關節不穩，甚至逐漸形成 OX 型腳，嚴重影響行走同運動能力。佩戴免負重膝矯形器 K39D 可透過3點矯力設計，有效拉直膝蓋，打開膝關節內側空隙，減少骨磨骨，從根源改善良性膝關節炎。喺疼痛受控嘅情況下，同時佩戴呢個矯形器，患者就可以安全進行膝部運動，透過強化四頭肌支撐上半身重量，並進一步改善關節變形。運動示範：向內嘅半蹲動作，佩戴矯形器，雙腳分開站立，向內半蹲到大約45度，停留1至2秒，再還原站立姿勢。3、坐骨神經痛，移動腰部牽引器 B18D 加強化核心肌群鍛煉運動。坐骨神經痛多數因為椎體塌陷或椎間盤壓迫神經根，引發下肢放射性麻痛。嚴重嘅時候，連行走與運動都變得困難。佩戴移動腰部牽引器 B18D 係一種非介入性嘅體外牽引，分散椎體壓力，減輕神經壓迫。患者可隨時隨地自行佩戴同使用。喺佩戴 B18D 之後，先分散塌陷椎體嘅壓力，減輕神經壓迫同疼痛。當疼痛獲得改善之後，再配合核心同腹部肌群強化運動，可建立穩定嘅脊椎支撐，避免症狀反覆發作。核心肌群訓練示範：仰臥姿勢，雙手抱膝向後用力拉，同時膝蓋向前推，形成對抗力量。呢個動作可強化腹部與背部肌群，穩定腰椎，並預防因動作引發嘅坐骨神經痛。以下係我哋嘅病人何先生真實嘅分享。呢度咧坐骨神經痛，呢度痛，條腰痛，呢度痛，痛到咧轉身都唔掂，冇力行，喺屋企都唔行得噶，一起身痛啊！做咗呢個運動之後咧，1個禮拜唔使止痛丸，一啲止痛都唔使食。初以前係靠止痛丸頂住檔啊嘛，1個月後行得。4、脊柱側彎，腋下槓桿牽引器 B18B 加伸展運動。脊柱側彎並唔只係姿勢不良，而係一種包括側彎同椎體旋轉嘅結構性錯位，長期會造成肌肉失衡、背部疼痛等等。喺治療脊柱側彎嘅時候，單一依靠運動往往難以克服結構性變形，但長期單一依賴護具又容易使肌肉萎縮，因此護具與運動必須同時配合使用，先至能夠產生最佳協同效果。腋下槓桿牽引器 B18B 喺盤骨同腋下形成穩定支撐點，使用者可以透過雙手旋轉左右扭掣，將腋下支撐點向上提升，產生腋下支撐點，加上夾腋槓桿鍛煉運動，可拉直脊柱並平衡兩側肌肉，非常有效。5、頸肩臂麻痛 N05 移動頸椎牽引器加強化頸部肌肉鍛煉。頸肩臂麻痛多因頸椎退化、椎間盤突出或者姿勢不良導致神經受壓，引發頸肩痠痛、手臂麻木無力或者頭暈頭痛。佩戴 N05 頸椎牽引器，透過體外牽引方式拉直頸椎，減輕椎間壓力，有效降低神經受壓。
再搭配 Chin Tuck Exercise 下巴後收運動，可強化頸部斜方肌，支撐頭部，防止舊病復發。護具膠運動嘅配合使用，唔單止適用於術後復康，更係一種能夠有效治療多種良性骨科疾病，並帶嚟長期成效嘅重要治療策略。立即聯絡我哋，了解更加多關於以上產品。